人嘅本意係建立同體現喺兩個人之間嘅關係之上，呢個關係係普遍嘅、實存嘅，佢係以存在喺兩個人之間互動互為、相互影響嘅共在關係為基礎。論語云：孝弟為人之本，而孝作為人嘅一種基本形式，其對象自然離不開最親近嘅父母親以及佢哋嘅上一代。就係咁，孝作為人之本，強調佢係發軔自一種人類最原初嘅經驗同行為，對我哋了解兩者十分重要。而呢個關係可以透過人生嘅最初階段得到進一步嘅解說。如果問各位喺你嘅人生經歷中，首先同你有最親密不可分割關係嘅另一個人究竟係邊個？毫無疑問就係你嘅母親，因為未出世前你已經喺母親嘅體內同佢同呼吸、同飲食、息息相關生活咗大約10個月啦。而母親同子女嘅共在關係，從母親嘅角度嚟睇，佢係主動嘅、付出嘅、給予嘅；子女係被動嘅、接受嘅、領取嘅。喺一開始呢個係唔對等嘅，母親嘅給予係無私嘅，但隨住子女嘅成長，能自我反思，佢哋就必然會想到如何回饋母親嘅孕育同無償嘅付出。呢種人與人之間最原初嘅經驗同心理反應，係孝嘅意識之所以出現嘅雛形同模本。西方近代弗洛伊德提出嘅俄底普斯情結，俗稱戀母情結，可以話係對上述關係嘅一種負向詮釋，偏於強調對人嘅潛意識嘅消極作用，未有體察到孝意識嘅存在。但無論如何，人嘅成長經驗中，母親同子女嘅共在關係係唔能夠隨意遺忘同刪除嘅。即使成長後你同母親因種種原因而疏遠，又或者關係惡化，但因此而衍生嘅孝嘅意識係唔會消失嘅。佢或者會被壓抑，會減損，但報親恩嘅意念係窮盡人嘅一生仍然揮之不去嘅。從最原初未出世前嘅母親同子女共在關係開始，隨住襁褓階段嘅出現，父親嘅介入同育養，彼此共在同互動喺父親與子女相處中有咗新嘅體驗，繼而擴展至兄弟姊妹，以至家庭以外嘅其他人。進一步講，由人類呢種原始嘅共在關係為開端同奠定，人從中經歷同體悟嘅兩個個體之間應有且恰當嘅相互關係，由此延伸到其他個體。呢個就係人所表示嘅一種人與人之間共存共處嘅理想狀態。仁者愛人，人之所以要透過關懷、愛護、尊重別人為體現個體嘅生存價值，就係以呢種原始嘅共在關係為基礎。孝係最方便同最容易理解人嘅門徑，因為佢係每個人都曾經擁有過最親近同最直接嘅體驗。喺同一星球生活嘅人類，雖然各有自身嘅歷史同文化，所謂人同此心，道理上彼此嘅睇法應該相同。孝道喺中華儒家文化分演嘅中日韓，實踐上或者有啲分別，但對社會家庭無疑具有一定嘅維繫作用。反之，西方受希臘、希伯來文化影響嘅歐美國家，素來對孝並唔講究。至於伊斯蘭文明同印度文明就更加不足為道啦。然則孝究竟係一種地域性，抑或係普世嘅價值觀？眾所周知，人係儒家文化嘅拱心石，喺當今世界廣泛受到肯定，且具有一定同普遍嘅意義。從孝同人嘅關係嚟睇，孝係人嘅充分條件，而孝從本源嚟睇，係發軔於人類成長嘅普遍經驗。因此，可見孝具有跨文化嘅意義，而不僅係中國人所秉持嘅價值觀。